这玉米呢，玉米授粉说要用这个你看，这个公花上面那个粉哦，花粉掉到地，哈哈，一摘就断了呢。不要摘，摘了就断了。这样啊哈，有看到？那弄过来，粘，你看，不要摇断，不要用力哦，扯断呢。你看那个长的这个叫公花，这个一条须一条须的叫母花，要这样授粉啊。按照种多一点就不用这样人工授粉了。那个风吹或者是那个蜂呢，那是蜜蜂来做授粉的工作。你看这种的也不是很多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有没有？这公的花粉碰到那个那个须啊，碰到。